本人咧我名係叫黃麗萍。我咧從45日之前咧，我個仔 Simon Lee 係介紹到我行呢個 program 因為佢話媽咪你太肥啦，佢講入邊驚好多油，要保持我健康。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得到嘅就係覺得我人好輕鬆仲有我覺得我自己嘅氣色都好靚開仲有我人都好精神。我覺得我人入邊嗰啲肥油會冇咯，仲有我減開4機，在呢個45日之中咧，我減開4機咯，所以我好開心。所以我在我範圍之中，我啲朋友咧見到我都話我瘦咗好多。咁我都會將我呢個感受同有我得到呢個嘅過程咧，我會介紹俾我啲朋友，俾我啲朋友得到更多嘅恩惠俾佢哋，俾佢哋都有一個減肥嘅日子，俾佢好靚嘅身體、健康身體。多謝。